数百名维吾尔族人以及声援者在日本东京举行游行，他们抗议中共在新疆进行大屠杀，并且要求调查中共军队介入新疆流血冲突中的事实真相。约有650名支持新疆维族的群众，7月12日星期天游行穿过东京街头，他们的队伍长200多米，除了约20名维吾尔族人外，大多数为同行他们的日本民众。游行队伍还在东京繁华的涩谷地区举行集会，他们举着象征维吾尔族、西藏的旗帜和标语。31岁的抗议者雷提普5年前到日本学物理，他说：“我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新疆的大屠杀，接受第三方对冲突事件真相的调查。”日本大学生高仓和哉表示，他是在读了互联网上关于这次示威的帖子后，决定来到这里支持维吾尔族人。31岁的酒吧服务员古川文惠说：“もちろん反中という感情を持っている方も多いです。だけど我认为这些维族人不是敌视汉族人，而是敌视中共政府。他们今天在这里不仅仅是为维族民众而呐喊，也是为了中国的民主，为蒙古人、西藏人。”到星期天为止，新疆冲突事件发生正好1个星期。在首府乌鲁木齐，居民已恢复正常的生活，但部分地区局势仍然很紧张，尤其是维族聚集区，数千名军队和武警仍然处于警戒状态。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。